咱已经行过上山教会150周年的历史，即嘛是新的一个世代啦吼。真欢喜咱会当共同踏入经过即个年代，上帝照顾咱，互咱同心合意来听上帝听人。咱礼拜前来锻炼两首圣诗，两首圣诗拢大家应该拢较熟吼，所以咱甲唱较熟的吼，唱较熟。第一首是圣诗151首，主我爱就近你。这歌词真简单，总是意义真深，就是咱逐日的生活拢爱来就近耶稣。这是咱最有的门道的本分，来咱前奏。来第一站，主。第4节，咱拄则念这真逼迫字吼，伊的意思就是上帝所徛起的所在，就是虽然咱世间经过可能真凄惨，总是咱拢仰望
徛去伫即个上帝的厝吼。第一节有讲主，我爱就群你，虽然着背12个，伫咱的一生的中间，自从咱受主的警教，咱信靠主，所以咱已经得救了后，咱搁剩的时间，即个一生的路站，就是咧行即个12个的路。即个路有当时无介好行，总是主有应允，伊要甲咱做伙行。所以虽然天深暗暝大我，咱人生有当时哇，总是主拢通互咱来亲近。亲像今日圣歌对要念的诗内面有一段讲，着信靠耶稣，伊牵我行天路。着听候耶稣，伊的确会开路。主耶稣知咱软弱，伊监察你我的念头心思。这表面是一回事，总是咱上介要紧的是，咱的动机、咱的念头是符合上帝好的意思。咱来念第2首384首。主讲，若要做我的先，今日传道讲道的题目就是，咱要安怎来做耶稣的门徒？伫咱受洗礼领受主的救赎了后，咱就是诚做主的门徒。咱要怎样继续会当保持咱即个门徒的本分本质，来一世人来跟对耶稣？主讲，若做我的先，来。第一节来，做伙来举主的十诫，来准备先做礼拜。
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通行。你所造奇妙，这是我的心称赞的。大家来吟诗学乐上帝，圣诗151首，圣诗151首，请起立。
这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道是囝，爱子，一定信心头胎，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，伊不丢保佑来受苦，定是个死埋葬，道因苦，第三对你信仰叫过我，就天他对的爸上帝外边，伊要过来生活活人较死啊！我信神，信将上好话，信同我上好，对下面对告我，你我的外面。请坐。大家用启文第33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上主啊，你有感操我、捌我，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拢嘛知。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。你亲手保护我，遐尼高深，超过我的了解。走到倒位，我才会当挑选你。我若录音间，你嘛伫遐。也是去到日落迄边，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，叫暗暝甲我掠走，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奥妙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济。上帝啊，求你感操我，知我的心思。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。同心来祈祷。慈悲疼叹的爸上帝，阮真心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，保守阮的性命，赐阮每一日需要的食味，互阮拢无欠缺，互阮有教会有兄弟姊妹做伙敬拜，伫拜六会使得到安慰。主啊，阮将一切的恩典向你感谢。阮知若是无你，阮就无法度行，无法度坚持咱的信仰。阮今日来到你的面前，要将心内一切软弱、过失完全交托予你。阮知定定无合你的旨意，无行你吩咐的代志，生活有骄傲，有自私。有时阵无对人疼惜，嘛无敬畏你。恳求主赦免阮，看见阮的悔改，赐阮有新的性命，互阮逐日搁较亲近你。主，咱今日伫你的礼拜、你的圣殿中，求你亲自来到，互阮的歌声会使做礼物。互阮的祈祷会使到你的宝座，互阮一心专心敬拜你。无论有疑问也是忧愁，拢求主你来安慰。若是阮有软弱，求主赐阮气力。主啊，求你互今日的礼拜，互阮众人拢会使得到为你来的话，互阮彼此要
勉励彼此扶持。主上帝，阮是你的信徒，阮知影信仰的道路足长，嘛足侪艰难。求主互阮无因为环境的压迫着失志，嘛无因为世俗的代志着行偏离。互阮每一个会友拢会使有追求你的心，日日读经，祈祷无停，甘愿服侍。阮阁求主，互阮中间若是有少年人有坚定的信仰，嘛有老大人有五望有平安，互众兄弟姊妹拢有合一的心，专心追求上帝。主，阮今仔日嘛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，求你互逐间的教会无论大小，拢互因做福音的灯塔。求主你保守无者会使看到异象，传讲真理无受搅扰，嘛保守会友会使有勇气做见证，生活中做光做盐。主啊，阮求你祝福，阮会使甲福音传到每一个所在。阮伫遮祈求，求你保护台湾这块土地，会使互阮做万国的见证。亲爱的天父，阮一切祈祷，若是有无完全的，拢求你用你的慈爱来甲阮补足。阮将荣耀、乌鲁拢归奉你。阮诚心拜礼以上的祈祷，即时也爱照主所教示咱的主祷文同声祈祷因讲。
请做伙来公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14章第25节到33节，伫台语和日本圣经88页。好，第25节，济济人甲伊同行，伊就活过来对因讲。若有人借棍我，也无怨恨伊的父母、母囝、兄弟姊妹，以及家己的性命，就袂做我的学生。好也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的，也袂做我的学生。恁中间啥物人要起塔，减无大声做地，来算迄个所费，来画起到城卖，材料检采的机也袂起到好，就看见的人拢乞笑伊讲，即个人有动工也袂起到好，啊是啥物王出来要甲别个王相战？减无大声坐伫参谋，看会用10000边抵敌，迄个找20000兵来攻击伊，会啊袂？若袂，就趁伊遥远，差使者去甲伊讲好。安尼恁中间既若无放下一切所有的，袂做我的学生。讲道，请魏怡婷传道讲道，题目是若要做门徒。大家平安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，互阮伫今日会当做伙自己伫教会来荣耀你，来学习你，来认捌主你。愿你的话语会当成做阮的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互阮真正会当行伫你心意的道路中，帮助阮每一个人，互阮伫今日会当更加来认捌你，嘛会当更加将阮家己一切拢献上互你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今仔日的经文是伫路加福音第14章第25节到33节。这段经文的头前，就是咧讲耶稣伫天国的宴舍的譬喻，也是顶礼拜牧师讲到的迄个经文。即个天国的宴舍的譬喻，是咧讲上帝无愿意一人沉沦，爱人人拢得着救。所以，若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，就会当进入天国的宴舍。当然，旧罪的人就无法度入去。所以，因为耶稣讲的即个天国的宴舍的譬喻了后，自然阁有真侪人来跟对耶稣。路加福音第14章第25节讲到，侪人甲伊同行，伊就活过来对因讲。耶稣因为真侪人来跟对伊，就活过来甲因讲一寡话。耶稣对跟对伊的人讲啥物咧？耶稣甲因讲：恁必须爱知影跟对伊的代价是啥物。遮个跟对伊的人必须爱知影。若是要跟对伊，要成做伊的门徒，必须爱知影，跟对是爱付上代价的。所以，若是要做门徒，你著爱知影，成做门徒的代价是啥物。路加福音第14章第26节到27节讲到。若有人就棍我，也无怨恨伊的父母、母囝、兄弟姊妹，以及家己的性命，就袂做我的学生。无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的，也袂做我的学生。会当进入参加天国的宴舍是上帝的恩典。
是上帝开门，互人会当入去，但是无代表参加即个天国的宴席是完全毋免付代价的。恩典毋是一种真俗无价值的，也毋是一个便宜货。恩典是真贵、真贵重的。所以耶稣爱军队伊的人清楚知影，若要做门徒，军队伊就必须爱知影，爱付上啥物代价，就是爱举家己的十字架来军队耶稣，甚至爱爱耶稣胜赢过伊的父母、某囝、兄弟姊妹以及家己的性命。这个代价是非常的大的。伫耶稣因当时的社会中，是无存在家己个人的身份的。每一个人的价值，基本上拢是对伊所属的迄个群体来予伊的，来甲伊界定的。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讲，耶稣所提出的即个军队，耶稣所需要付出的迄个代价，是非常有可能真困难的，因为有可能有可能爱失去因原本的身份。所以军队耶稣的人，伊会变做是上帝的囝儿。军队耶稣的人的身份的定义、甲价值，佮有迄个生活的次序，已经毋是对伊原本的族群文化，佮有其他的价值观来予伊的，来甲伊界定的啊。虽然经文的原文是用“万分”即个词来表达爱耶稣赢过遮的，但是即个万分并毋是情绪顶悬的迄种的万分。耶稣毋是讲爱咱万分咱家己的父母、家己的某囝、家己的兄弟姊妹、朋友。耶稣所讲的意思是，所有的代志，伫咱生命中所藏的迄个位置。也就是咱生命中的迄个次序、迄个中心、迄个上重要的部分，咱生命迄个核心的价值，伫还未明白上帝以前，咱生命迄个中心、咱生命的核心的迄个价值，可能是咱的家庭，可能是其他咱感觉真重要的物件。但是咱若是明白耶稣基督、明白上帝了后，咱迄个生命中上有价值、上核心的迄个价值，就是迄个位置应该爱互耶稣基督，应该爱互上帝的国度。这就是耶稣伫遮甲军队伊的人要做门徒的人所讲的，爱听耶稣赢过家己的父母、某囝、兄弟姊妹、家己的性命的迄个意思。明白耶稣以后，明白上帝国以后，将遮的物件放伫咱生命中上重要的迄个位置，就是因为咱明白上帝国，明白耶稣，军队耶稣成做耶稣的门徒，咱其实会变做是一个更加疼咱的家庭，更加疼咱的父母，更加疼咱的兄弟姊妹的人。耶稣伫遮要强调一个现实。就是军队耶稣要做耶稣的门徒的即件代志，并毋是一个浪漫的代志，是一个爱看无家己搁刻苦的代志。所以爱军队耶稣的人必须爱清楚的知影，军队耶稣是爱付出代价的，嘛必须爱好好啊来思考，毋是嘴讲讲的尔，是爱真正去实践的。所以，若是要做门徒，你可爱知影，正做门徒进前，咱需要备办甚物？耶稣伫路加福音第14章第28节到32节用两个譬如来讲明军队伊正做门徒需要来备办甚物，是需要来计算，是需要知影代价。第一个譬如。伫第28节遐讲到，恁中间什物人要起塔，减无大声坐咧来算迄个所费，看袂起到啥卖，行了检采的地级也袂起到好，
就看见的人拢起笑伊，讲即个人有当工也袂起够好。有人决定要起一个物件，但是伊煞无先计算迄个代价需要开的钱有偌济。伊下了地基了后，煞无法度起好，结果就是向起笑。而且伊原本所开的遐个嘛拢起了啊。第二个譬如是讲，若是啥物戆出来要甲别个戆交战，减无大声坐咧参谋，看袂用10000兵，抵着迄个带20000兵来攻击伊的也袂。若袂就趁伊要远找使者去甲伊讲和。一个戆若是要去甲其他的戆来交战，伊嘛会先去计算，先去思考爱怎样来拍，爱有偌济的兵才有法度拍赢。若是无法度拍赢的话，就应该爱紧伫还袂拍起来之前，派使者去讲和。即两个譬如拢爱提醒咱，若是要军队耶稣，要做耶稣的门徒，就必须爱知影代价是啥物，爱付出代价，需要比班的重要。就亲像一种风险管理的概念，伫代志发生之前，咱就必须爱先有心理准备，咱爱先思考看卖仔到底爱付出啥物货，而且当拄着代志的时阵，咱必须爱愿意去承担迄个结果，佮有嘛爱去处理迄个结果。所以耶稣提醒要军队伊的人，要做伊的门徒的人，必须爱备办心，爱先想清楚，因为军队耶稣是爱付出代价。军队耶稣诚做门徒，虽然会领受真济恩典，也会有迄种甲耶稣同在的幸福，但是生活甲性命也爱军队耶稣做伙，甲耶稣做伙牺牲奉献。咱若是要诚做一个军队耶稣的门徒，是爱付出代价。咱真正有想清楚啊吗？咱真正有备办心要军队耶稣啊吗？咱真正有愿意为耶稣付出一切啊吗？若是要做门徒，咱就爱举起咱家己的十字架。若是要做门徒，咱就爱知影需要付出的代价。伫路加福音14章第33节，耶稣阁一遍强调，迄个代价就是恁中间竟若无放下一切所有的，袂为做我的学生。若是要做门徒，咱爱放下一切来军队耶稣。军队耶稣必须爱放下咱的一切。其实对现在咱台湾的社会来讲，因为咱有宗教的自由，所以咱信耶稣、军队耶稣，可能比较是个人的代志。因为个人的选择，无一定会影响到家庭，也是咱甲其他人的关系。但是对一寡国家来讲，信耶稣、军队耶稣是有可能会失去因的性命的。做耶稣的教士，对因来讲，因是每一天拢会经历的。对咱遮生活伫自由的环境中的人来讲，咱怎样会当更加体会到耶稣的意思呢？咱必须爱时常记得耶稣的命令，听耶稣赢过一切，互耶稣成做咱生命中的中心。无论咱做啥物，拢爱荣耀上帝来行。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，但是煞是咱必须爱努力去做到到的。今年是咱上山教会150周年，顶礼拜也是咱教会150周年的联合礼拜。伫礼拜中，咱看见教会纪念150周年的纪录片。虽然无法度甲咱教会150年以来所有的历史
以及所有的人的经历，拢放入去迄个影片中。但是影片中，咱会当看见，有真侪人因分享因家己跟对耶稣的见证。对马该牧师以及上早期的信徒，因用因的性命去付出迄个代价，来跟对耶稣。因刻苦的传福音，建立咱教会。到现在，咱教会中也有真侪人继续付出因的时间、金钱、才能来服侍上帝，继续用家己的性命来付出代价，跟对耶稣。虽然教会150周年的纪念礼拜以及150周年纪念音乐会是顶礼拜的代志啊，已经过去啊。迄时咱所得到的感动，嘛有可能会渐渐无去。但是，真做耶稣门徒跟对耶稣，并毋是只有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也是一天的代志尔，也毋是只有来教会时，咱做礼拜时，咱较做一件代志。真做门徒跟对耶稣，是咱人生每一天拢必须爱做的代志。所以，愿咱真正会当通过今日的经文。咱搁一遍来好好啊思考，若要做耶稣的门徒，是爱付出代价的。咱是毋是真正愿意付出咱的时间、咱的金钱、咱的才能来祈祷、来读经、来服侍，坚持信耶稣，无论做啥物代志，拢爱荣耀上帝来行。有时阵，咱会应该讲，咱逐工也是咱营长背甲真熟啊，10条诫，搁有咱逐个礼拜拢会读的使徒圣经，搁有主教是咱的祈祷文，济主的教示，咱可能一定拢真熟啊。但是咱真正有法度去实践吗？咱真正有法度去实践主的教示吗？若要做门徒跟对耶稣，咱必须爱举起咱家己的十字架，放下一切来跟对耶稣。必须爱耶稣赢过一切，互耶稣成做咱性命迄个中心。尼泊尔祈祷的祈祷文尼泊尔是20世纪真有影响的一个神学家。这个神学家伊用这个祈祷文来表达出伊的思想甲伊的理想，伫人生中充满侪的变化，接受无法度改变的代志是一种谦卑，去改变会当改变的代志是一种责任，去判断啥物货是该接受的，啥物货是该行动的，是一种智慧的体现。所以，咱会当看即个尼泊尔的祈祷文，咱会当用即个祈祷文做咱的一个祈祷，由上主帮助咱，真正会当有智慧，伫每一件咱所做的代志中，合上帝的心意，荣耀上帝来行。嘛愿咱真正会当好好啊，搁一遍来思考。咱若是要跟对耶稣，做耶稣的门徒，咱是爱付出代价的，是咱真正每一天拢爱举起咱的十字架，放下咱的一切来跟对耶稣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怜悯疼读，互阮伫你的面前，阮真正会当做你的门徒，做你的囝儿。愿主你帮助阮的一切，互阮每一日拢会当做主你所心意的代志。伫阮拄着选择，伫阮拄着无法度改变的代志的时，阮会当有智慧去接受迄个现实，嘛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，伫阮选择要做每一件代志的时阵，阮拢会当荣耀你来行，用荣耀你即件代志做阮生命的目标。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，帮助阮教会，互阮教会伫即150周年，每一天阮会当继续伫你的面前来跟对你，做主你的门徒。
愿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助，嘛愿你的话语，互阮搁一遍来思考。阮知影跟对你是无简单的代志，是爱付出代价的。但是阮知你会甲阮伫地，你会甲阮同在，看顾阮每一个人，真正会当行伫主你的道路，互阮会当跟对你到永远。阮将阮的一切拢交托互主你，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请做伙来读今日的经句，请咱做伙来读两遍，读两遍。讲，若有人爱对我，就看无家己，一直摕时来求对我，路加福音9章23节。虽然人讲，若有人爱对我，就看伊也是跟对我。路加福音9章23节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圣诗384首，圣诗384首，请起立。请坐。奉献，请庄博雅执事、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。
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，第一点，教育组今日透早10点要办心灵主日学课程，经文甲新闻由郭宗林牧师主讲，题目是葡萄树甲柚子树，请兄弟参加。第二点，9月13暗时7点要召开小会甲建堂委员会的联席会，请小会员甲建堂委员的顾问委员参加。第二点，本教会迄中学真开始申请吼，若是合资格的吼，你会使10月5日进前摕你校的成绩单提出申请，交予曾启阳长老。张美芳的姊妹的父亲张国元先生吼，伫8月29号过身吼，要定9月24号下晡1点要伫板桥殡仪馆静福厅举行告别式吼，咱请为因祈祷。同下部分若有错误，请上中级订正吼。周间的聚会甲下周圣公互赛，请大家看吼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顶礼拜日，咱伫台北生技园区的迄个音乐厅有一个真好的音乐会，互咱邀请的朋友，也是教会界遮的牧长，因拢有真好的一个回馈，吼，所以咱真感谢上帝。但是咱遮的同工拢足辛苦的吼，所以咱就为着遮的同工因的付出，吼，做无论是徛伫台仔顶的遮的同工，也是幕后伫料理遮的事的同工，咱用一个普仔声来甲因鼓励。好，咱即时咱来公道，咱来为着世界、为着台湾、为着各地宣教师、为着建堂的事工，为着咱9月份开始，或者社区的事工拢开始啊！吼，咱恳求主会当保守。那么为着怀孕的语文，为着大院的临时长老如黄明月姐，临时长老应该明仔载就会当出院，所以咱继续为着伊祈祷。为着身躯欠安的美莲姐，吼，美莲姐伊有时间，吼，咱嘛恳求主来保守，互伊会当得到医治。嘛为着幼春节、公鸡姐、道明兄。苏慧姐、金芬姐、雨婷、阿卡姐、民主姐、方梅姐、丁友兄、俊生兄、以礼、明理姐、阿菊姐来祈祷，互咱开喙为着遮个机体，为着遮个事工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引带阮的教会行过设教150年的安尼的时间。主，阮相信安尼的时间，每一时刻拢是你在引带，若无阮是要安怎行落去？主，恳求你继续引带阮即是要行151周年。主，恳求你引带阮头前的脚步，互众信徒会当勇敢，会当来跟主你来行。
会当举阮的十字架，勇敢来跟地主。主恳求你也帮助，互阮伫基督的树顶面有搁较侪的操练，帮助阮会当时刻为着阮的国家、为着阮世界来祈祷。因为阮看见新闻真侪，互阮真冲击的事件。主，阮恳求你的怜悯甲赦免，互即个世界会当因为主你的关灵、你的医治、你的感谢，会当来恢复你的国权。主恳求你也伫阮所有基督徒中间来做工，互阮用祈祷，互阮用听的行为，会当来听厝边，听即个世界。阮也为着阮的遮的宣教师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遮的宣教师，互因无论去到倒位宣教，互因会当用勇气，也互因有主你的平安甲因伫地。阮也为着阮的建堂的事工，也是阮逐样的事工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，互阮照着教育、宣教，也是礼拜敬拜，也是遮的教育，逐样年龄层的教育的事工、社区的事工，互阮会当将你的听，会当来传扬，也来起造兄弟姊妹的性命。主也为着怀孕的姊妹余文祈祷，恳求你保守伊甲伊腹肚内的胎，也是为着阮遮的住院，你处理疗养的遮兄弟姊妹祈祷。阮知伫病痛中间，人难免会失志、会软弱，总是主恳求你加添气力，互因。也保守因，甲因厝内的人，伫每一日会当体会主你的大权能。主，阮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引带带领，互阮勇敢脚步缀你来行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这是来吟诗正诗402首，402首。吟诗了，请陈美丽牧师祝祷。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